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運來勇士就放，酷霸王就跟啊，外邊走上去就係呢隻勇威神區啊，第4位天下寵兒啊，白色帽噶，內欄呢，藍衫仲有3強啦，再喺外邊有天外迎天啦，數出去咁啊，仲有線路達飛啊，尾4內欄黃衫係金晉升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福星小子啦，綠色帽係開運王啦，褪咗落去後邊係智勝攻略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運來勇士帶住酷霸王入嚟啊，中檔位置有天下寵兒攞出去中間啦，跑入邊上噶嘛，有黃衫嘅金晉升，中間勇威神區，外邊天外迎天啊，最出嗰邊呢，仲有隻福星小子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噶嘛，仲係運來勇士啊，勇威神區外邊推進，埋邊上咗金晉升，再喺入邊智勝攻略追上嚟，咁啊接近終點啦，金晉升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智勝攻略啊，第3名噶嘛，勇威神區